Hello，大家好啊，歡迎嚟到講書。今日亦都會繼續分享呢一本書。下個1萬小時，你打算怎樣過？咁喺第2 part 裏邊咧，作者就提到1萬小時定律。咁就即係話你要喺某一個領域成功，至少係要投入1萬小時嘅努力。咁世界上係冇一夜暴富，甚至係天才。比爾蓋茲啦，呢一個喺電腦上面嘅天才，佢喺13歲嗰陣時開始練習編程，經過7年嘅努力，佢就創立咗微軟公司。咁所以係冇任何例外㗎。有研究顯示啦，追蹤咗好多嘅作曲家、唔同嘅運動員、鋼琴家或者係小說家，其實結果都發現佢哋嘅成功同天賦係無關嘅，完全係練習嘅時數。如果每日投入3小時去練習，每周練習20小時，你10年之後就會達到1萬小時，成為行業嘅頂尖人物。咁其實就係冇捷徑可言㗎，冇人只會用3000小時就可以達到世界級嘅水平。所以話練習係好悶㗎，仲要練習每日3個鐘。咁但係啦，成功係冇捷徑嘅，呢一啲係要長期嘅累積，先至慢慢帶來巨大嘅不同。呢個就係成功同平凡人嘅分別啦。咁書裏邊亦都提到啦，努力重要，但係唔可以盲目咁努力嘅，所以就話選擇比努力係更加重要嘅。咁啊，講一個故事啦。咁有一個小山村裏邊，咁有2個兄弟都好渴望成為一個有錢嘅人。佢哋有一日就應徵咗一份工作，就係將河裏邊嘅水搬到去廣場嘅水缸裏邊。咁每搬1桶水就會有1分錢嘅。咁佢哋第一日工作完畢之後啦，佢哋都拎到啲人工。咁但係咧，細佬咧佢就起晒手撲啊，就喺度諗，我唔可以咁樣做一世嘅噃。咁佢就唔開心啦，就諗有咩方法可以令到佢自己賺多啲錢咧。咁大哥咧就已經好滿足噶啦。因為賺到第1份人工咁樣，咁細佬返到屋企就自己諗啊諗，咁佢就諗到不如建一條管道啦，直接將啲水引入去廣場嗰度。咁佢同阿哥講，阿哥就話：我覺得而家呢份工幾好啊，又即刻拎到人工，就唔想理佢話咩去修一條管道啊，好大工程咁樣。咁所以啦，2兄弟就不斷咁工作啦，咁有穩定嘅收入。咁但係細佬就會喺空閒嘅時間呢，就去努力咁樣去建立呢一個嘅管道，去掘呢個管道。咁村裏邊嘅人期間都有啲人喺度笑佢嘅。咁去到2年之後，咁條管道就終於完成咗啦。咁村裏邊呢，就終於靠呢條管道呢，就有不斷源源續續嘅水去到供應。咁細佬就唔需要再工作啦，因為啲村民如果要水都要俾錢細佬。咁阿哥其實咧佢都有工作嘅，但係因為長期勞動咧，令到佢背脊駝晒背，咁亦都心情變得好差啦，因為佢每日好辛苦咁樣去工作。咁所以呢個故事就話俾我哋聽，缺乏遠見咧，其實係好悲哀嘅。我哋話用勞動去換取報酬係冇問題嘅，但係如果冇長期計劃咧，生活質素會下降啦。所以就好似建設自己嘅管道，先可以實現財務自由。因為我哋要諗下，究竟係攞時間去到換取人工，定係發掘自己一啲嘅管道，喺瞓覺嗰陣時亦都有收入，或者自己做緊另一樣嘅事，亦都有收入。咁所以對於未來嘅20年，你願唔願意每日去工作，攞時間去換取人工，定係你會建立自己嘅管道，
咁選擇權利喺你個手裏面，未來嘅方向都係你自己去規劃。咁大家都可以自己去反思一下啦。咁講起未來，我上一集都有問過大家，有冇諗過10年之後係會點樣呢？過啲乜嘢日子？我哋可能大致有一個方向，或者想實現某一啲嘅目標。咁本書都有提及到啦。如果我哋將遠景呢係視覺化，係的確會可以激發我哋嘅鬥志嘅。咁就係我哋成日聽到每一年都為自己整一個 dream board。咁我都會有一啲 dream board，或者你可以好簡單喺個電話裏邊有一個相簿，係專擺自己未來想得到嘅目標。例如你想買一層樓嘅，你想擁有嗰架車嘅，你想有一個幸福美滿家庭，你就擺相關嘅相落去呢個相簿。咁點解要咁做？呢個做法嘅好處就係，每當你去睇呢一個相簿啦，或者去睇呢個 dream board 嗰陣時，你就會好清晰咁樣見到自己想達成嘅某一啲目標啦。咁亦都會激勵你，特別係喺困難嗰陣時，就會問自己點解我要做呢樣嘢啊？就係為咗可以令到自己繼續堅持落去嘅。最後啦，想分享多一個故事啊！就係有個數學王子叫高斯，咁佢讀大學嗰陣時咧，老師都會每日俾3條嘅數學題目俾佢解嘅。咁有一日啦，老師照常出咗3條數學題俾佢，咁佢通常都好快就解得到呢3條問題噶。咁有一次去到第3題，佢就發現毫無進展啦，咁就激起咗佢嘅鬥志。於是佢就捱咗一個通宵，咁最後咧佢就將第3題解得出啦。咁當時老師就睇佢解出嚟嘅結果嗰陣時，就好驚訝，因為呢條其實係老師自己解緊，但唔小心拎錯咗俾阿高斯去解嘅。咁呢條題目原來係2000年嚟啦，連牛頓啊、阿基米德啊都解決唔到嘅一個世紀難題。咁阿高斯自己都講翻，如果當時老師直接同佢講呢條係好難嘅題目，其實佢都可能冇信心去到話俾自己聽，佢可能會有能力去解到。咁其實呢個故事係想話我哋聽，係好多時候我哋唔可以堅持啊，其實係低估自己啦，或者係甚至自我懷疑而去放棄嘅。咁所以啊，我哋話堅持係成功嘅關鍵啦。咁喺追夢嘅過程啊，我哋好多時候都會有好大壓力啊、困難啊、好攰啊，甚至無助嘅時候。咁所以係唯一你要話俾自己聽，要相信自己，保持樂觀。咁古語亦都有云啦，勝人者有力，自勝者強。真正嘅強者係能夠戰勝自己內心，同自己講我得嘅，鼓勵自己，將自己嘅思維變得樂觀，永遠相信自己。因為你自己都唔信自己嘅話，就算朋友家人有幾信你，你都堅持唔到，因為你往往都係你自己被自己打敗咗，低估自己。好啦，今集就係咁多，希望大家中意啦。咁呢個係一個新嘅頻道，希望大家可以 share、like 同埋 subscribe 啦。拜拜，下集再見啦。